澳門教育創新中心，澳門麥培榮老師，探討優質教育的內容及其所帶來的效益。第一部分，優質教育的核心內容。優質教育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，更是一個全人發展的過程。它涵蓋了以下幾個關鍵層面：一、堅實的基礎知識與核心素養。讀寫算能力，這是傳統教育的基石，但優質教育會透過創新的教學方法，如專題式學習，來讓學生應用這些技能，而不只是死記硬背。跨學科知識，除了語文、數學、科學、社會等核心學科，還應包含藝術、體育、資訊科技等，培養寬廣的視野。批判性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，教導學生如何分析資訊、評估證據、提出邏輯論證，並創造性地解決複雜問題。二、技能導向的學習。4C能力，批判性思考 （critical thinking），檢視相關的事實和證據，並評估它們的可靠性和可信度。溝通能力 （communication），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想法，並能有效地與他人合作。協作能力 （collaboration），在團隊中工作，尊重多元觀點，共同達成目標。創造力與創新 （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），鼓勵冒險精神，從失敗中學習，產生新的想法和解決方案。數位素養不僅是會使用軟體，更包括理解背後的邏輯，負責任地使用網絡資訊，並具備基本的程式設計思維。社會情感學習，培養自我認知、情緒管理、同理心、人際關係技巧和負責任的決策能力，這是學業成功和人生幸福的基礎。三、價值觀與態度的培養。品格教育、誠信、尊重、責任感、公平與正義。全球公民意識，理解並欣賞文化多樣性，關心全球性議題，如氣候變遷、貧富差距，並願意為創造更美好的世界貢獻力量。終身學習的態度，激發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，讓他們離開學校後依然保持好奇心和學習的熱情。四、包容與公平的學習環境。有教無類，確保所有學生，無論其背景、性別、能力或經濟狀況，都能獲得同等的學習機會和資源。因材施教，認識到學生的多樣性，並採用差異化教學來滿足不同學習者的需求。安全與支持的環境，提供一個沒有暴力、霸凌與歧視的物理和心理空間，讓學生能夠安心地學習與成長。探討優質教育的內容及其所帶來的效益。第二部分，優質教育帶來的多元效益。投資優質教育所帶來的回報是廣泛且深遠的，可以分為對個人、社會和全球3個層面。對個人的效益：一、提升個人競爭力與經濟能力，具備現代職場所需的技能，更容易獲得高質量就業機會，更高的收入潛力和更穩定的職業生涯。二、促進個人實現與幸福感，能夠做出更明智的人生決策，管理好自己的健康與財務，發展興趣與潛能，獲得自我實現的滿足感。良好的社會情感能力有助於建立更健康的人際關係和家庭生活。三、增強適應力與韌性，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，能夠持續學習、轉型，面對挑戰與挫折。對社會與國家的效益：一、驅動經濟增長與創新，培養出高素質的勞動力，吸引投資，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。企業家精神得以孕育，創造就業機會。二、促進社會流動與減少貧窮，教育是打破貧窮世襲最有效的途徑之一，讓弱勢群體有機會改善自身處境。三、強化社會凝聚力與穩定，培養公民的法治觀念、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，降低犯罪率。透過對共同價值觀的理解，減少社會分歧與衝突。四、提升公共衛生與福祉，受過教育的人通常更注重健康，擁有更長的預期壽命，並能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養育環境。對全球的效益：一、應對全球性挑戰，培養出的全球公民能夠共同面對氣候變遷、
公共衛生危機、資源短缺等問題，並提出創新的解決方案。二、促進和平與可持續發展，透過相互理解和尊重，減少國際間的誤解與衝突。教育是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核心，特別是目標4，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，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。結論：優質教育是一項最根本、回報率最高的投資。它不僅是傳授知識，更是賦能的過程，賦予個人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，賦予社會持續進步的動力，並賦予人類世界共創未來的希望。因此，追求並投資優質教育，是個人、政府和國際社會無可推卸的共同責任。